自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講出台灣有事即等於日本全立危機事態嘅言論之後，中國立即對日本施加極大壓力，要高市早苗收回言論。之前包括有呼籲民眾暫緩赴日旅遊，同埋一連串嘅軍演。然而，日本高市早苗呢個極右翼政權仍然不為所動，拒絕正式撤回言論，令事情處於膠着狀態。最近，國家商務部終於發布咗2026年1號制裁令，劍指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成為今年首個最引人關注嘅重磅新聞。中日關係甚至面臨脫鈎嘅可能。自高市早苗喺國會稱台海有事即日本全立危機之後，北京多次交涉，並呼籲民眾暫緩赴日旅遊。雙方圍繞涉台言論與安全議題摩擦升溫，中國為此展開咗連串軍演，相關民間交流活動亦被取消，中日關係自此跌入冰點。由於日本極右翼政府拒絕承認錯誤，中國商務部1月6號發布咗2026年第1號公告，強化對日本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日本產業嘅噩夢隨即展開。